大家平安。无够谨慎的先知，上帝咧讲话是就是，上帝的话绝对袂会知影讲，你着爱安尼，下昼伊就改变。昨讲安尼，今仔日伊就改变。上帝的话是永远无改变。即个上帝所赐的先知来到伫伯特利北国的所在，竟然伫最后的一刻，伊听第二手的人的话，至到伊受到审判，受师来假死。即个背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背景，是当所罗门王伊过身了后，伊的王位传予伊的囝，迄个罗波暗。罗波暗当伊开始继位的时，有一寡百姓来找伊，讲恁老爸过去，互阮食遮济苦，是毋是你会较轻松的？结果伊无听迄个百姓的话，反倒转佮加重济的苦难，佮较重刑的工课，互因做的时，至到遐个百姓有一寡人就去找拿巴的囝，伊叫做亚罗波暗。所以这个亚罗波暗伊来扶伊做王，然后就伫北国的所在，以色列的名伫守是北国，伫迄个顶悬的所在。伊有10个支派，后来到伫迄个剩的伫罗波暗，伊剩2个支派，就伫迄个南国的所在。所以有一天，即个亚罗波暗伫北国的所在，伊有一天就安尼想，伊所想的是伊的王位，伊所想的是政治的问题，所以伊就咧安尼想。对伫因律法的中间，因所有的男丁至少一年拢爱3摆到伫耶路撒冷中间去守节。伊就安尼想，一年安尼过，当年拢有3摆，这个男丁来去遐守节。安尼到尾，因煞等于归往伫迄个罗波暗南国的王，安尼我的王位毋就无去。所以伊就想一个方法，伊就伫伊家己北国的所在，以色列国北国的所在，伊就设2个所在。迄个北边就是但的一个所在做祭坛，然后伫南边的所在叫做伯特利，伫迄个所在来设立因一个祭坛。然后伊就用2只金牛来代替上帝。伊无甲遐以色列百姓讲，你毋通敬拜上帝哦。伊是讲，你的上帝伫即个所在，就是带恁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上帝。伊举遐金牛这就是你带你以色列的上帝。恁若要去到伫耶路撒冷，对北边要到伫南边是非常的远，安尼恁踮遮就好恁踮遮敬拜上帝就好伊无阻止因敬拜上帝，总是伊用金牛来互因敬拜上帝，讲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上帝。伊甲金牛，伊用上帝做偶像来敬拜上帝，当然这是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非常的无欢喜，拄伫迄天伊开始要献祭。咱知影以色列因咧献祭，迄个要献祭的迄天，因是伫耶路撒冷7月15，总是伊设立是8月15。伫迄天伊开始要来献祭的时，迄个时阵圣经在今仔日咱所读的，就是记载迄个背景就是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3章第1节的中间。有一个上帝的罗卜趁耶和华的话，对犹大是对南边来到伫北边迄个伯特利的所在，耶罗波暗拄好要伫单边要烧香，伊毋但带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上帝，来讲这只金牛恁来敬拜伊，这是敬拜上帝。伊甚至你爱知影，伫当时耶路撒冷咧服侍的人，若毋是利未人，就是祭司。但是伫伯特利的所在，当然无祭司，嘛无利未人，所以伊就经最平凡的人来服侍献祭这个事工。咱看圣经的中间，讲伊家一个拄伫迄个所在开始要来献祭，这拢已经是违背上帝的道理甲律法。所以当伊找这个南边来，这个先知就趁耶和华的话来攻击迄个坛。伊讲坛，耶和华安尼讲，要有一个出世伫台北的家。咱注意这个名叫做约西亚王。伊讲这是台北的后裔约西亚王。伊要将这个山头顶的祭司，恁咧献祭这个祭司，要甲恁烧伫这个坛顶，恁伫遮所有烧的火夫，恁的坛要拆你，连迄个恁所设立的祭司的骨头夫，拢伫这个所在，这个坛破裂的时，拢要拼甲规个所在。伫迄日。
伊讲这就是一个条头，这个弹要破裂，弹顶的火焰要拼落去，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要讲的条头。伊咧讲迄个约瑟啊，伊咧讲即个预言，即个约书啊，即个上帝的罗卜是咧甲即个亚罗波暗讲，300年后有一个王叫做约瑟啊，要来做这项代志，要来毁坏你家所设立的迄个弹，然后弹要破你，连祭司的骨头烧伫即个所在拢要拼甲贵个。所以即个圣经节就记伫列王记23章15节，必定你的弹，以及那尼八的囝亚罗波暗。互以色列犯罪所起的山头庙，打约瑟亚毁迄个弹伫山头庙，这是已经伫300年后有应验。伊伫300年前当遮的迄个亚罗波暗咧做遮的代志的时，300年后这项代志照伊所预言的来应验。总是咱要看见伫迄个中间，伊拄啊迄个圣经才去煞食个约瑟亚活转身看见山头，遐个梦的时。伊就找遐个人，甚至死人的骨头拢捡来，烧伫山头，即个迄个弹顶，然后就破裂啦吼。咱这个看见咱迄个圣经节，当即个亚罗波暗听即个话时，伊知影即个上帝的罗卜所讲的话，就是咧甲伊咒诅，就是咧甲攻击，伊非常的无欢喜，所以伊手伸出去，甲伊讲掠起来。伊无想到讲伊的手掠起来，伊想讲伊是王，伊是真有权柄的，所以伊毋惊上帝，伊就手举起来，伫迄个所在无拍算，手煞随时高达，弹顶随破裂。咱看见一项，上帝伊所咧做的工，伫即段圣经在第1节甲第5节的中间，上帝咧做代志的时，伊要审判要到的时，伊毋是随时审判。当咱得罪伊的时，伊绝对会留机会互咱。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伊拢找先知。甲因讲，恁着爱反悔认罪，恁着爱军队耶稣，迄个军队天耶和华上帝的律例。恁若照伊安尼行，恁就要看见，因要保守你，看顾你。若无，上帝就要离开你。每一个大先知、小先知，每一个时代，上帝拢会找伊的罗卜，先来警告。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作毁坏，伊嘛先一摆甲伊警告。所以上帝找即个罗卜对迄个。南边犹大国来到伫以色列国的所在，这个亚罗波暗已经带以色列百姓行歪路、拜偶像，这已经大大得罪上帝。咱看见上帝，佫无随甲伊审判。虽然上帝真艰苦心，上帝真无欢喜，伊也佫找罗卜来到伫北边的所在，甲因提醒、甲因警告：你安尼做，上帝无欢喜，你这个弹，上帝绝对要毁坏。当时伫第3节、第2节所讲的迄个预言，是300年后。拄啊，咱看圣经节嘛，真正300年后伫约瑟亚王迄个时阵来成就。总是伫第5节的中间，咱看见弹当时就破裂。等于讲，甲即个上帝罗卜掠起来的时，迄个弹顶的火焰就拼落来，就随时去拆裂、随毁坏。王亚罗波暗，伊无悔改，伊若认罪的时。伊随时即个弹就会受保守，但是伊无认罪，伊无悔改，所以伊受气讲甲即个罗卜掠起来。伊若伫第2节、第3节听即个罗卜的话时，这个代志拢袂发生。但是伊毋听，所以讲甲伊掠起来时，伊的手高达，弹也随破裂。所以咱看见王就知，当伊的手高达的时，伊讲：请你求耶和华。你的上帝的恩来替我祈祷，这句话毋是真清楚吗？亚罗波暗认捌上帝啊，是伊为着家己的王位，伊设一个方法做金牛啊。今仔日伊拄着代志的时，伊知影真正的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是有大权力的上帝，会医治伊的上帝。所以伊甲迄个罗卜讲：请你替我祈祷，求上帝的恩来医治我，互我的手复原。对安尼罗卜甲伊祈祷，伊的手就随时复原。王真感谢，非常的欢喜，讲：你请你甲我3个倒去阮兜食点心，我就要送你礼物。罗卜甲伊讲，第2节讲：你若是用王宫的一半互我，我嘛毋爱甲你去，也无爱甲你做伙食，也无要甲你啉水，因为耶和华安尼交代我3项禁止毋通做的代志：毋通食饼，毋通伫遮啉水，毋通照原来的路转去。
耶和华的罗卜，真清楚上帝所交代。王是出伫啥物种心意，我毋知，有可能真正感谢，有可能真正讲真正的先知来甲我相甲食饭。那咧食饭的时，就是表示讲你是我的朋友，已经有真好的迄个关系。伫遐要互百姓看，讲我真正是照上帝旨意咧行，要欺骗人，毋知影圣经无写伊到底是啥物心意，总是伫字面上真清楚。即个王手得到伊伫的是讲，来阮兜食饭啦，我要送你礼物，嘛踮遮休困一下，食一个饼，啉一个水。上帝的罗卜真清楚甲伊交代讲，我袂使安尼做，所以伊真正无伫遐食，无伫遐啉，伊照别条路就转去。这项代志煞去互一个住伫当地必得利的一个老先知听见的，伊的囝听见的时，就走去甲迄个老先知讲拄啊吼，伫必得利的单顶有发生遮的代志安尼。迄个老先知到底伊的心是啥样？圣经无描写，总是对字面中间咱看见，伊随时备办女啊，叫因囝甲伊备办女啊，讲到底伊是对一条路转去。伊就开始去迄个所在约迄个先知，上帝的罗卜。迄个上帝的罗卜可能一透早出来，真忝，搁无食，搁服安尼服侍，迄是一种精进呢。即种的做工是一种的精进。当一个人精进了的时，伊的体、伊的心智、伊的体力拢会真忝，非常的野生。所以伊坐伫路边休困，体会会到，真正是真忝啊！我踮遮休困。上帝是安怎无伊踮遐食，无伊伫遐啉水？因为迄是一个罪恶的所在。这个王带全国的百姓已经等于拜偶像，行信仰的道路已经歪错，所以已经这块土地已经是拍拉散得罪上帝。你若伫遐食，你若伫遐啉，你对别条路转去，你拢莫留伫迄个所在，毋通食，毋通啉，表示你甲迄块土地拢无关系，你完全甲迄个拉散拢无关系。这就是阮常常去外口服侍的时，阮去赶鬼，阮去献给家庭的时，阮毋若爱祈祷。当阮要离开的时，阮着搁祈祷一摆，求上帝迄个甲阮身躯所有的垃圾，伫即个家所有阮所赶出去的垃圾，拢无沾染伫阮的心中。对别条了等于，就是我甲你即个家，我甲即个你厝的家，也是你即个土地以色列的地，我拢完全无关系。所以，即个老罗卜伊就约，当伊约到即个老先知的迄个上帝的罗卜的时，老先知约到即个上帝的罗卜的时，伊就甲伊讲，伊讲你来阮兜啦，你来甲我做伙食，做伙啉啦。但是即个罗卜就甲伊讲，伊伫遮搁先介绍我家己，即个老罗卜讲，我嘛是先知啊，甲你共款啊。有天使的话临到我讲，带你转去食，互你来食饼，互你来啉。这个话真清楚，伊讲这是伊骗伊啦。我毋知影这个少年先知，这个上帝找来的罗卜是怎样，但是伊真正就是甲伊转去。转去的时，两个人伫遐坐到上帝的话就临到迄个老先知，头仔是骗伊，即摆真正是上帝的话临到伫这个老先知的身上，这是审判的话。伊临到这个老先知的中间，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因为你违背耶和华。无守你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你的命令，所以你转来遮食饼啉水，然后你绝对无法度转去到伫你的故乡，你无法度甲你的列祖做伙种做伙。后壁的圣经安怎记载？记载讲，即个老罗卜听见讲伊转去伫半路的中间，互屎咬死，甲他咬死尔，都无甲食。伊驴也伫边，屎嘛无甲食。咱真正看见这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伊。对伫真大自然的中间，屎敢无可能食驴啊嘛？屎敢无可能食尸体嘛？但是圣经讲屎伫迄个边啊。当老罗卜听这个消息搁来的时，时间也知偌长，至少有一段时间，总是屎就是徛踮遐等老罗卜来。圣经写讲，当老罗卜看见伊的尸体时，就伫当地伫迄个所在，甲伊抬起来。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我要爱咱来思想几个问题。头一项，必得利
当这个王带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时，上帝是安怎要找这个老罗卜？上帝是安怎就专工对犹大启示一个上帝的罗卜，甲伊讲：你着去迄个所在做这个提醒的工、有言的工，你着爱去遐宣布，因得罪上帝。伫遐时咧，甲因提醒恁得罪上帝，上帝无欢喜，所以恁的坛后摆拢会大大受毁坏。今仔日上帝是安怎要用这个老罗卜？当然，我相信这个老罗卜，拄啊，咱咧讲伊是安怎要欺骗，这就已经一个原因啦。伊的心思不正，伊毋是一个忠心的罗卜。总讲伊来讲白切，就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罗卜。一个要敬畏上帝的罗卜，上帝要安怎采用你？上帝安怎要互你来做工？我若徛伫讲台，我讲的，我下底对人真歹心，态度真歹，我嘛无敬畏上帝呢。敬畏上帝是我讲的，甲我做。当然，我毋敢讲一定就是做甲足好，至少无我咧要紧。我有照我讲的来做无？虽然袂当真完全，我有咧要紧。总是这个老罗卜，伊调高伊讲上帝差天使甲我讲，这是极大的欺骗。搁一项，当这个亚罗波暗，伊开始伫遐设祭坛，用牛犅啊，用迄个牛要来代替耶和华上帝奉敬拜时，这已经无下真理。一个四正有敬畏上帝的先知是爱甲提醒，你毋通安尼做。你至少爱甲警告，伊无要听是一回事，你该讲的你爱讲。但是这个老罗卜拢点点，故在王踮遐做，然后伫迄个所在，互伊起祭坛，互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敬拜。咱看见这个老罗卜，有可能伊过去是一个忠心的罗卜嘛，无得空呢。有真济牧师，有真济长老执事信徒拢共款，打开始叫伊出来做工，咱拢真正真心要来服侍上帝。所罗门王起头毋是真谦卑吗？所罗王起头打抹油的时，毋是真谦卑吗？总是后来拢变质，王位坐一个久尔，掠做讲伊外敖咧，开始就变质。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伫过去伊嘛是一个真好的先知，圣经无写，总是伫我的中间，我所看见的，有真济时阵真正我真心要来奉献，我读神学院，我真正要来奉献。总是当伊到一个时阵的时，伊感觉伊的能力袂歹，伊的条件袂歹，有时就袂记哩啊。失去起头的听心，忘记上帝。老罗卜到底是安怎？咱无清楚。总是对这两个条件，上帝哪有要采用伊呢？王咧做毋对，你连提醒都无，互伊带以色列百姓行偏差的路，去敬拜偶像，伊拢无提醒。上帝毋用这种无尽忠的人，所以我真正看见，伫阮的边仔的中间。有一个对美国回来的牧师，伊真正真有温数，伊足够看异象。当回来时，爱要服侍，伊有找人去，想要叫较侪人服侍，无人去，我去，伊爱要服侍。我真正就找人去，我就甲伊备办所在，互伊去服侍。甚至嘛讲，伊就打回来，无咱担保迄个所费互伊。你感动偌济，你就甲奉献偌济。伊一服侍时，会友有诶500，有诶1000。安尼甲伊服侍，渐渐哪侪人去服侍，因为服侍真正温数足好，服侍了袂歹，但是伊一点仔听心都无。伊干那咧看见遐个服侍，互伊奉献的人哪点？所以有一天我咧讲阮女团，我请伊去服侍的时，阮照，因为阮的领导就是安尼，你1点钟偌济，我互伊3000，伊可能真无满意，有一天敲电话甲我妹妹讲什么时候你还要安排？我甲伊讲，我们没有钱的。这个人打出来时，伫咱中会哇活动个，结果无几年尔销声匿迹，家己开拓的教会真紧都无去，然后伫台湾就消失了。上帝予你足大的恩赐，是要正做人的祝福。较早20几年前，我打来高雄的时，一个真出名的以色列外国来的一个牧师，咱台湾足侪教会拢请伊做工。后来听讲有教会无甲安排伊心意较好的女舍，伊家己去换，伊逐摆都敲长途电话，大家都爱甲买单。
伊真正足有温数，请伊祈祷爱5000，20几年呢，5000，即马拢销声匿迹。你若失去起头的疼心，你搁较侪温数，上帝都毋用你啦，因为你无敬畏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时，你知影，我一切的好物是对上帝来，自然领受就好啊。你无够的，上帝甲你补；你受过济的，你用你的贪心，上帝对边仔甲你摕了了。即种的我看真济。所以服侍上帝是要用敬畏的态度，真实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服侍。所以头一点我要讲的，是安怎上帝毋用在地的伯特利即个先知，就专工找即个对南部来犹大国上帝的罗卜来即个所在提醒讲敬圣的话。这是头一项，因为伊无敬畏上帝，他被淘汰了。你若伫上帝面前，你真有温数，你真欢喜做工，但是做到尾，你煞袂记你讲你是咧敬拜上帝，你咧干那敬拜你家己的存在感，上帝有哪会甲你淘汰？第二项是安怎？即个先知伊到尾会死，当然咱看伊头啊，王安尼咧甲讲，伊真中听甲王讲，上帝安尼交代我袂使。即个老先知甲伊讲，你来阮兜，伊嘛甲伊交代讲袂使。但是伊讲，我嘛是上帝的奴仆。迄个时阵有可能伊真忝。圣经无写有啥物可能性，拢有可能。但是咱对移民来看，伊真正竟然留伫迄个所在遮啉，所以上帝无欢喜。上帝伫迄个所在甲讲，你无法度转去到你恁兜。伫迄个时阵，上帝随审判到伫伊的中间。上帝死就死，上帝袂前后讲话拢矛盾。伊讲安尼就安尼，咱也会记哩。伫迄个巴兰先知，有一天摩押王找伊的奴仆，摕足侪礼物去互巴兰讲，以色列百姓伫遮怎样吼？你若讲咒诅的话，因就受咒诅，所以请你去讲咒诅的话。伊阁知影要祈祷上帝咧，但是伊的心吼是咧想遐好物啦，阁惊上帝咧，上帝啊，安怎？上帝讲袂使，以色列百姓是我的百姓，不准你甲伊讲咒诅的话。当然伊足失望啊！伊看遐礼物有够好呀，伊就讲恁转去啊，上帝无爱。结果摩押王佫摕去第二届，佫摕去较侪礼物。伊讲我佫来祈祷上帝。上帝若甲你讲毋通就毋通，你佫要讲的时，就表示你一直祈祷，就是爱上帝甲你背书啦。上帝无咧信即套。上帝旨意就是安尼。上帝真正无爱嘛？你干那一直祈祷你的心意，你真清楚袂使，圣经安尼袂使，但是你一直祈祷啊，要互上帝开路，上帝就顾在你啊，顾在你去啊啦。所以上帝讲，你若爱去，你就去。哦，伊欢喜甲呢，骑驴啊，骑到半路，伊毋知影讲驴啊伫半路，大先看到天使，伫遐，互伊弄啊歪过饲出规身躯，切啊全伤。上帝互伊开目睭金的时刻，看见天使举一个刀啊，举一支刀啊伫遐。上帝伫迄个你的心，你真正若是无要听的时，上帝伊会甲你审判。你无照伊的教示行，你听起来感觉讲好吗？真正会使吗？你走看看，看起来敢若亲像上帝听我的祈祷，无照圣经的意思，到尾上帝也会照你的意思，照上帝的时间到来甲你审判。所以当即个咱看见。我咧讲的即个巴兰先知，伊真正看到天使伫遐就讲，较知影惊着，我无爱，我要转去啊！天使讲不要紧，你去，因是我的百姓，你讲祝福的话。咱若互上帝欢喜，人要安怎害咱？上帝若定义，你有上帝的恩宠，灾难都有神的保护。所以虽然咱还慢，但是我都真心照上帝教示来行，我会当。做啥物货啊？我就来做。教会需要我，看见有需要的人，我用我做会到的疼心。我知影伊需要，我做会到的，我就来甲帮助。你尽力安尼做，你就有神的恩宠。检测有的人对你怨妒，有人讲足侪无影的话要甲你害，总是结局，神的恩典还是在你身上。遐上帝家己去处理。上帝定义若要疼你，边仔的人手段佫较侪。
这规个环境剩你一个，剩的拢反叛，拢要害你。上帝也是保护你，遐个人就知死呀，是时间的问题，慢慢看拢看会到。所以上帝的心意定着安尼是绝对无改变。你袂使伫遐食，你袂使伫遐啉，竟然伊伫遐食，伊伫遐啉。圣经写讲伊到尾就因为听第二首先知的话，伊无听第一首上帝的话，伊听第二首的话，至到审判就到伫伊的中间，就死伫迄个所在。安尼敢是伊无谨慎吗？伊无谨慎听上帝的话，所以咱看见服侍上帝是一个征战。咱伫教会的人，有人足够带诗歌，有人足够勉励人，就是伊做交代，伊足够要称呼。你毋通讲我做交代本就无就好呢？有你若是真做一个笑容，你咧做交代，互人心欢喜的事吼，你有哪有征战呢？所以咱感谢主，咱教会，咱有敬拜团，逐摆若要敬拜的时，就来敬拜俄勒。有影，咱的敬拜团真好带。总是你若无祈祷，我著诗歌摕起来，我琴会晓弹，我啥物会？我甲你讲，当时上帝要甲你跌，拢毋知影。总是就是真正有。有个人感觉我真好弹琴，伊就要求足大，都爱安怎？我甲你讲，袂堪得上帝，互你镜头啊转去咧。所以每一摆伫教会服侍，看会到的，看袂到的。咱拢爱想着讲，我为着上帝来做的事，我的心是为着上帝来做的事，这就是一个征战。牧师是安尼，信徒嘛是安尼，所以咱着爱谨慎。当我伫罗家教会时，迄阵有一阵的忧郁症，我伫遐赶真济的鬼，有打来信主的人，做当机的人，迄种的互鬼附身的人，我做真济的赶鬼。后来遐一寡会友。拢一直对伫我的身边，因真正好意哦，真正有疼心哦。有一个姊妹就来甲我讲，牧师，你替我的手祈祷。我讲是安怎？伊讲伊某去为着某人祈祷，因为迄个某人无平安，啊，伊真正疼伊。啊，要临时找我找无，伊就急着啊，准替伊祈祷。学我的款式，甲伊牵咧，牵伊的手祈祷尔，伊规个手疼2-3礼拜，疼到挡袂牢，较找我祈祷，迄天就好去。无够谨慎。咱的服侍是一种征战，尤其你祝福遐个当来信耶稣，遐个信耶稣有偌济黑暗，伊今仔日来，你今仔日无预备好，你无先献给家己，你无谨慎。我要服侍的时，我爱学伫上帝面前认罪，求上帝赦免，着搁甲上帝讨伊的保护爱亚看，奉伊的名，耶和华的保护亚看，伊的权柄能力甲我伫地，互我去做工有气力。当然，毋是逐摆拢会当看见好情形。总是这是一定爱做。当我安尼做的时，我求上帝服侍，保护亚看。我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所以我去的时去服侍了。转来，我拄仔有讲过，我嘛得爱祈祷。主啊，所有遐个拉山拢无卡伫我的身躯，我得搁为阮兜的人祈祷呢。上帝保护亚看阮兜的人，因为一个牧师家己做见证，当伊去赶鬼的时，因兜上软弱的囡仔拢破病到险死啊！足侪上帝所用的中用的萝卜，伊的囝儿就是一定有一个出状况，足侪啦，毋是绝对，但是足侪看会到的，迄个上帝上定用的拢有出状况。所以讲，当我去服侍赶鬼转来时，阮囝病啊爬袂起来。后来伊就谨慎奉主耶稣的名，这个萝卜去做这的讲上帝交代，迄是征战，所以毋通去甲黑暗有交结。今仔日咱咧服侍嘛是共款，你今仔毋免一定伫教会服侍啦，伫恁兜若今日你信主，你着爱常常为着家己祈祷。我去外口服侍时，我着爱为着阮兜大大细细拢祈祷，然后讲上帝将所有的拉山，我要带着你的祝福转去阮兜。我甲遐服侍的人，我着搁甲讲，毋是服侍了你着拢平安啊。你爱吟诗祈祷，你爱甲上帝抵挡伫你的心中做王。真侪人。服侍了就安尼啊！哇，感谢主，也无要认真读圣经，叫伊来做礼拜嘛袂来，伊就平安啊就好啊。圣经讲，当遐个赶出去的黑暗的势力行来行去，看见你的内底真清气空空的时，伊会搁带7个较歹的鬼来。
所以我第二间若阁共款要服侍即个人，我著加用一段气力，我拢会先甲讲大声，你会安怎？你会安怎？我有共警告过啊，我嘛甲伊带来丈夫无信主的人，我嘛安尼甲警告过啊，但是因丈夫无听，即马有够凄惨的，我离开遐，即马爬袂起来，就起笑来离开。咱爱谨慎，毋通想讲你有上帝疼你，你就平安。逐天认真灵修祈祷，求上帝的保护额含上帝保守带领咱行一天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安尼祈祷。你既然信主有一个遮好的上帝要祝福你，咱敢袂当常常认真来倚靠伊？当你一天失个贼，较想到上帝的时，已经伤痕累累，足一信都是安尼。所以我嘛捌甲咱做见证，讲阮有一个姊妹，当伊为着一个家庭祈祷，伊破病亲像感冒2-3天，换足济2-3礼拜，换足济医生拢无好。我甲伊讲，你无清气啊，你爱认罪。为着你无谨慎，你敢若靠你家己的气力，魔鬼无咧信你啦。你若能力搁较大，你无上帝，伊嘛比你搁较厉害。所以你一定得要甲上帝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保护举款，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是救赎你的生命，互你顶头死，是大有气力，是有大能力的。要服侍，爱先来到主的面前，谦卑。我虽然敢若袂歹哦，有条件，啊，这是我的兴趣。我伫这方面，我一定尽力会做甲做好。但是嘛是爱祈祷主啊！上帝若要甲你伫地，魔鬼若甲你搅搅，你今仔日要来教会，互你破病，互你枕头啊断一支，你要偌够担心，什么都不是。所以对信徒来讲，既然有上帝要加做你足大的祝福，魔鬼嘛想办法要甲你拖落来。那安尼，咱逐工是毋是爱谨慎祈祷，倚靠主？特别是教会服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若是你感觉讲你条件袂歹，得安尼要来的时，你感觉敢若亲像会互看讲你只不过是咧表演，感觉袂出来有上帝的灵伫即个所在，只不过是伫遮做你的舞台咧表演尔。人的灵，有的人感觉讲你足够，你做甲你的条件袂歹啦，但是伊的心足痛苦的。有灵的人会感觉真痛苦，感觉你拢咧表演。所以，咱服侍爱谨慎。若无靠着上帝的大能力，无有上帝的庇护，甲你保护看顾，当时要拄着灾难，咱毋知。虽然咱有哪会软弱犯罪，你若有感觉你软弱犯罪，上帝到真无啥物代志吼，对待你吼，你不要轻信，上帝是先互你有机会通悔改。亲像这个南边来上帝的罗卜的先知，上帝先甲伊警告，然后甲伊讲会有遮的代志。你知影无？伫圣经的中间吼，我感觉上帝是一个真有交代的上帝咧。咱看见这是一个摩西，伊伫迄个西奈山的时，上帝互伊去40日的中间，用十诫要互伊。当伊40日还袂落来，遐个百姓就讲啊，摩西无落来，咱是要安怎？所以阿伦就伫遐讲，恁若有金仔，拢摕来伫遐做金牛。哇！摩西落来看到足受气的两个地板，真正足受气的，伫迄个所在甲伊摔落去。伊伫上帝就甲伊讲，这百姓真正实在是真正悖逆，拢无要听我的话，我要互伊死的啦。摩西伫遐11讲，摩西就甲伊纠正咧，耶和华咧，你可以遮尔受气啦，你用大气力带这百姓出埃及。第二节，你要互人甲你笑哟，啊！你带因出来，就是要互伊死踮这个山顶来甲伊除灭。上帝人安尼吼，你会互伊受气笑呢，你的命会受辱呢。所以你爱纪念过去我的祖先阿伯拉罕、以色列的上帝。你捌甲因讲啊，我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天遐济，这是你家己讲的啊。请你来应允遮的，你着爱怜悯遮的百姓。圣经讲，耶和华伊就退悔。后悔，圣经哪咧写后悔？毋是上帝真正后悔，是上帝咧转变、咧改变伊的心意。我要讲的是，摩西咧甲上帝讲这个话，当伊要改变心意的时，摩西一定大先知啊。圣经无安尼写，因为照我家己的经验，我毋是逐概拢足准的，但是真济时阵，上帝啊讲安尼，我感觉应该安尼。有要开始，有要安怎的时，
我会讲祝福要到你的家，是我真正会感动。上帝的生活我知，所以上帝袂讲，甲罗卜讲你讲安尼，然后甲老先知讲安尼，互你来听老先知的。我相信上帝若要改变伊的心意，会甲你提醒。你讲了啊，我知影你做野先，啊无你去咯。上帝一定会先交代，因为我所认捌的上帝是一个有交代、有责任、负责任、讲清楚的上帝。咱来看亚利米嘛是共款，当伊甲亚利米迄个时阵，透过伊甲遐以色列百姓讲，恁若听上帝的话，上帝要甲你背出定个财政，亲像迄个非师傅，因为你过去犯罪无好，上帝要定甲你做一个较新的一个人。你若会晓反悔，我就将所要讲互你的财的，我要退回。第三尾要怎讲？我要退回，就是后悔。我会改变啊！也是用啦，咱看去用啦。上帝找伊去尼尼微城行3日，上帝讲，甲遐尼尼微城讲，搁40日咯。恁因为犯罪，上帝要互恁倒坏，总是到尾无倒坏啊。所以伊安尼行，因为因有反悔认罪，因离开歹路，上帝就退货无降灾的。上帝要退货的是，其实拢会先互迄个。伊交代啥物人的事，伊绝对会阁互伊清楚。我要改变我的心意。伊袂讲我甲你讲遮，我家己要安怎行就行。上帝是有交代的上帝啊！上帝是安怎要改变？上帝对听你，伊绝对无改变。总是伊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伊无要审判伊真正无爱一个沉沦。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若会晓回头归向上帝时，伊会改变伊的心意，因为伊就是要爱你有机会得救啊！无伊毋免找先知来甲警告，甲迄个伫世代拢找人来警告提醒，就是等机会，互你有改变。所以上帝要降灾厄，也是要将这灾厄摕掉，实在伫你安怎回应上帝。我谨慎上帝的话，上帝讲你是我好听的囝，是永无改变。总是我犯罪，照讲是爱灾难来，但是上帝一个机会互你，你若会晓反悔，伊就撤销这个灾难，伊将祝福临到你。这是咱的上帝。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透过今仔日的故事的中间，咱讲这个先知无谨慎，咱是毋是有谨慎？伫你做基督徒的生活，你是毋是有谨慎？伫你服侍的中间，是毋是有谨慎？我谨慎，我知影我只不过是一个器具。我是一个足憨慢的人，但是我有上帝，我就倚靠上帝来成就我今仔日所要做的事工来完成，毋是靠我的熬。我的熬，上帝若无要来帮助我，将头啊鸟咧，一切都不是。凡说伫我服侍的中间得罪足侪人，拢有可能。无论怎样做基督徒，咱有上帝，咱知影咱的生活，特别是你的家庭若无信主，有太侪的征战，服侍中间有征战。咱得爱谨慎，凡事倚靠上帝，是用谦卑。迄个谨慎是谦卑来献给咱家己。咱拢软弱啦，我会得罪上帝，你嘛会得罪上帝。无外熬啦，无人讲对头到拢袂。但是咱拢求上帝怜悯，是努力来学，来禁止我的喙，莫常常互人绊倒。尽量努力，我的喙来成做人的造就。我努力用上帝的眼光，用我的手做会到的。来三甲扶持软弱的，我的教会的牧师，我的长老执事的事工，我三甲来扶持来造就，毋是互我的手真做破坏的工。毋通想讲拢无代志，上帝互你留机会，是要互咱反悔。总是迄个时间到，你若真正毋反悔，上帝会甲你算账。愿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谨慎的基督徒，三甲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知影阮家己有真济软弱，太济时阵，阮知影上帝是阮的保护甲倚靠。总是当阮若感觉阮的能力做会到的时，阮拢随时真匆忙，就用阮家己的心意来做这个决定，做迄个决定。毋然安尼，阮阁真强。阮感觉若无照我的意思，我会挡袂牢。我相信上帝，你无爱看阮安尼。就是若毋是照阮的意思，我该讲的，我就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互上帝你来做工。做侪功课，阮拢爱学习。上爱学习的，就是阮做一个基督徒，
阮就是生活伫即个黑暗的世界的中间，随时拢有精神临到阮。阮逐工爱学会向倚靠上帝。主提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逐工有祈祷的生活，有灵修的生活，搁较入捌上帝来行伫你的道理的中间，互阮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阮感谢主，为阮中文教会备办一个真好的传教者，对即个月开始咧领导阮，你共款要办赞即个传教者，伫遮的兄弟姊妹欢喜，甲伊同心祈祷，互即个牧师，互即个传道越来越像神的奴仆、奴仆，伫即个所在学习倚靠上帝，得到上帝的启示，来领导正会友行伫上帝的心意的时，阮宣告讲，阮中文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绝对毋是空占土地，咱是伫即个所在，要互侪侪人得到利益来荣光你，来祝福侪侪的百姓，互即个所在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成做祝福人的教会。所以，阮奉献即种的心志，祝福阮的潘传道，祝严伊特要做潘牧师，互伊伫遮的时间，伊无孤单，检采有时会拄着艰难，总是伊无软弱，因为有上帝伫背后，成做伊的大权能的扶持者，伊就一步一步往前行，互教会伫即个所在，真正要看见新的气象出来。阮用信心来接纳上帝的祝福，来倚靠你，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